欢迎收听9月22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哥林多后书的3章1到11节。哥林多后书3章1到11节，今天的经文说到，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既然现在有了更辉煌的荣耀，以前的光辉就黯然失色了。保罗领受这个新约使徒的职分，这个新约也就是今天讲到更辉煌的荣耀，因为这更辉煌的荣耀它完成了旧约律法的指向，透过摩西他领受从上帝来的这个2块石板，上帝的话，而成为了以色列人们的律法。而这律法呢，在当时颁布的时候，上帝的光映照在摩西的脸上，这些人看见摩西的脸就害怕，因为那荣耀太大，他们承受不住。于是摩西就用一块布遮住他自己的脸。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当然这个反映出的光辉，上帝的光没有改变，可是人在显明在人身上，这个光辉就慢慢的退去，所以这边才会说黯然失色。然而不仅是这个在旧约里面的黯然失色，更是指向说，因为后来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，他实现了旧约那个弥赛亚的预言，他就是那更辉煌的荣耀。透过他为我们献上生命，我们在律法上叫人死叫人知罪的状况得到了一个解套跟解答。原来需要代罪羔羊的，但是耶稣基督亲自成为这个代罪羔羊，让我们领受这个福音跟福分。甚至这个约是什么样的约呢？不再是用律法那叫人死的约来引领我们，而是圣灵，上帝所赐的圣灵要成为这新的约，在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我们。就好像以西结书36章说到的，我要赐给你们新的心，新的灵，我要替你们换心，把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心除掉，换上一颗有血有肉肯服从的心。我要把我的灵赐给你们，使你们能够遵行我的法律，服从我的诫命，这样你们就能住在我赐给你们祖先的那块地上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你们的上帝。上帝要赐给我们个新的心，要让我们有新的灵，让我们除掉那个因着律法叫人死，叫人陷入黑暗，叫人没有解套，没有出路，能够有重新再来的机会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工作。保罗他领受这样的工作，他不用人以为的方式来去传福音，而是他领受从上帝来亲自的带领，上帝的圣灵提醒他，带领他，叫他不只是活出那个他们人以为的荣耀，更是彰显圣灵带领在他生命当中那个荣耀上帝的生活跟生命。感谢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代有这样的一个福分。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标准，然而上帝他怜悯我们，怜恤我们，他甚至放下他自己，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，使我们能够与他一起来经历从他来的荣耀，以至于我们归荣耀给神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来领受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才干都是上帝所赐。那我们要怎么来回应呢？我们就好像这新约的仆人，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就好像一封信，保罗带着这封信走到各个地方来传扬福音，而今天的基督徒也领受这样的使命。我们不是用别人写推荐信而去传福音，而是上帝的灵感动我们，看见人的需要，向他来传福音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谢谢你
不论得时不得时，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，耶稣基督的救恩都临到我们，也叫我们能够传扬这样的一个福音，让世人知道你的爱，你的怜悯何其大。主，你接住我们，你更是提升我们，使用我们，让我们在顺境在逆境都能够活出主你的心意，叫我们见证上帝的荣耀，然后归荣耀给你。谢谢你看顾我们，我们要为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主，你亲自扶持我们，不论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境况中，这个基督徒的身份跟职分是何等的荣耀。因为主，你不仅救我们，你也与我们同在。也愿上帝的灵天天来感动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来行，要活出主你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邀请你给我们5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